北市东区的街路发生着随机攻击的事件。一个姓王的男子伫下班的半路，互一个生分的查甫人太甲木太甲拍，是互拍甲舌头扭皮真空，规个人嘛着青惊。但是打电话报案，这个警察煞甲讲，因为有案件在无用，无法度到现场，请被害人家己行路行到派出所来报案。警方承认讲确实有疏失，将会照规定来惩罚到相关的人员。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凶凶抓狂，看到过路人行过尔，就冲进前，拿抢走人的雨伞，故意直共摸人的头，尾手规气将伊的皮包共拽落来，手机啊、雨伞拢共摔摔歹，等伫路边啊。这个青分的查甫人则轻善目干休，当作无代志共款离开现场。我就是一直死命的想要护着自己的头，那就是也没有看到真的是谁攻击到我。这个王先生头壳遐有扭皮、流血，连雨伞嘛拢歹去啊。不过当伊敲电话报案的时，警方甲应讲，那其实当下他们是说，他们手上有一些案子，那没办法在及时的时间内赶过来。那他是希望我亲自自己走去敦南派出所。这件代志发生伫26暗时6点外，台北市东区敦化南路一段这个所在，被害人完全唔知讲，想到倒行出来时，就好一个青云人攻击，过程中无人甲斗相共，伊嘛唔敢继续约进前去甲问到，惊讲嫌犯会失控，想不到连警方都无到现场，伊人已经着伤啊，大约行1200公尺去派出所报案。员警虽有受理报案，但是处理过程没有依照110受理报案派遣警力的原则到达报案现场，确实有违失。本分局将依规定来惩处相关人员的违失责任。警方强调讲，对着原件甲报案的人，沟通产生误解部分会确实去检讨，嘛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。只是受害人当时无看到警察，确实互被害人的凊心。这嫌犯到目前为止也未互人抓到，嘛会互其他民众烦恼讲，敢会变成后一个受害者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